台湾话难搞，应该安怎讲安怎写太流落。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示意难搞，吹毛求疵，形容人的个性难以顺服他人，很难照顾，对事物的要求多，容易找他人麻烦。例这个客户真歹流落，我看你搁找一个人甲你去好啊。这个客户很难搞，我看你还是再找一个人跟你去好了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